各位乡亲，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在按无限嘅中间，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中国今现在不强实地教材嘅一个去研究，希望大家感谢你哈。大家记得在不同国家、不同族群、不同地方、行业，各有不同嘅语言、语言、文字、文语。同时，在一个歌曲词等等方面呢，嘅用法也有所不同啊。所以研究语言，而有一个声母、韵母、声调以及文字方面，还有文、诗、音、词语、诗形以及外来语，加上一个一般的常语啊，等等多种嘅因素去考虑在内啊。所以研究客家语同客家文，我有个法度、程度、正确度，甚至加把行内啊，还可兼顾到故事、建议。现在一个华语也系英文，外来语啊嘅用语嘅文法，也就会符合于语文嘅八大词类哈，八大嘅词类嘅用法，真有法度研究好些。客家语言嘅从结构有就係注音方面啦，我要非常嘅了解啊，徹底嘅嚟了解。嗱，第一講啊，一個語音嘅結構係樣嘅，尤其希望教學嘅先生小弟大家吧，對一個注音方面，我要徹底嘅嚟教學同研究，教師用語音能夠分明。能夠脱了，講話真會好聽，安尼哈，難為嚴牙帶齒一個情況發現。本文喺度裡有講到一個客家語嘅八大詞類啊，可以分為講啊，第一個是名詞，一個人、地方、事物等等方面，個代名詞、動詞啦，也係形容詞、副詞、介系詞、概念詞哈。嘅個用法一樣嘅，一度了解下嚟嚇。尤其特別好嘅感嘆詞、創傷詞、連音詞啊，一個是可以講啊，客家特殊嘅語言嘅用詞哦。那係尤其一下嘅後生一批啊，對一個感嘆詞、創傷詞、連音詞都用法有冇乜適當嘅所在喲。所以希望各位鄉親，我哋注意到一點項啊，再重複一遍。也就係講啊，感嘆詞、創傷詞、連音詞，客家華語語音喺度裡冇嘅，同時也係講啊，客家語音喺度裡非常嘅特殊嘅語言嘅用詞。經常中鄉親大家對我一個錄音多聽嚟做個參考。同時，注解方面呢，多看啊，看增加發圖，本文嘅多讀下嚟，所以客家語、客家文啊，自然就會流利通順好聽。同時，嘅在語言嘅應用方面啊，也就會講啊，第一個呢，就會講啊，學習、第二研究 study， 第三呢 application 運用方面啊，能會發揚光大安呢。喺一個報道喺度裡內文啊，有講到講啊，客家語學嘅認證考試嘅門檻就客家話就講啊，嘅附件最大嘅限制啊，請大家嘅入嚟嘅本文喺度裡參考話嚟嚇，所以希望各位鄉親多多嚟研究，尤其客家語言強喺度裡啊。一個聲母 R、A、O 啊，一個語音喺度裡嘅聲母有可以講啊 R 嚟講啊，真係有哇、啦、呀、嘛、那、呀、加、巴一個音。A 音呢就為了也沒那個 B 嘅一個音，但是歌書同字性比較同方面，用 B 的音、咪呢嘅 B 嘅音，所以 O 一個。A 音嘛，可以講啊是實體詞、
望文生义，一看那到头第一个意思，安尼吼。啊，同学个呢，是用义工谈的，所以讲历史一点呢，要多多来做研究哈。尤其当前一个年龄是体育上到体系上，一共有9个项目，吼，上跳有项目有9个，上跳有4个，项目呢有3个。也加把放来，一共有108人，也就完全就客家语言嘛。亲像讲来讲实在，话话无、哪内喏、硬硬我，一个语嘛，全部都是客家嘅语言。同时在教学方面，那利用一个方式嚟做話，能夠使薩瑪雅詞等等方面呢，能夠連通發用安尼吼。一個頭多所講108人，完全就係客家嘅語言嘛。當前體上嘅語言咩啊？一個用詞方面，對大部分都用單腳教，一個簡體字。過去所提一個簡體字在我哋文章裏頭哩，盡量少用嚇。過去所扣1分嘅嚇。語一同文啊，也佢都用本言語言嘅，尤其是語言。一個體上到體系上講語言係嚟嘅嗬，親像講啊，看嘅、聽嘅、說嘅、咬嘅、覺嘅人啊嗬，一個完全就講啊，看嘅、聽嘅、咬嘅，人呢將各位鄉親多多來增加我哋嘅語言漂亮講嘅素材啊，尤其在創新嗰個時間呢，一個用義工堂嘅書字啊、歷史啊、同我啊。我用稱詞，也都一條多所講啊，有巴拉有馬那亞嘅8個音，我呢有摩羅有摩羅嗰個音，但是人家下冇辦法，一個專音、連音，要悄悄完全用6個音嘛，所以冇用到語音，有一個問題呢，將大家多多來研究改進來嗬，文字用完全用單腳嘅啊，也係。一個也冇嘛符合於一個語文嘅文化同詩語方面，嚴重影響到客家語、客家話、客家嘅歌聲嘅音質、音色方面影響真大安尼嚇。所以本報道呢，希望一個台灣客家天子報、屏東時報天子報。有搞出嘅網站台南時報、W News 世界新聞、YouTube、Yahoo、Google 一個 Facebook 等等嘅鄉親，大家共同來同佢天主宣傳，來做出一個俾大家來記得嚟做個參考安尼。再講到基本嘅標題嘅圖則話，同大家說明一下哈，也是希望大家聽人嚟種出講吉祥嘅話吧，可以個嚟增加我哋嘅生活嘅那個乜嘅咯氣氛，尤其我哋要提記住，所以一條文化一條真理，所以嘅就講聽人種出語春啊，年年四季都係豐春啊，一個屋藏祖先而嚟尊敬從事。家人嘅子孫，大家能夠請再生萬年興安尼嚇。今日在一個報道一個歌聲嗰個方面呢，有一個提出南洋嘅客家嘅歌曲，俾大家嚟做個欣賞，嚟做個比較嚇。一個第一個就賣榴蓮嘅高山先生所唱嘅，第二個呢氣風有客家語氣風張小林先生所唱嘅，一個泥水妹黃愛蓮小姐所唱嘅，二人所唱嘅歌呢，可以講唱嘅語言活潑生動有客語標準，咬字用語非常嘅分明清楚，歌詞嘅內容也係非常有充分。同時加上樂器一個曲嘅跳方面啦，嘅人嘅表演非常嘅精彩。希望各位鄉親呢3條歌呢，多聽會增加我哋嘅客家語言嘅流利安尼嚇。再講到一個頭先所講嘅
个语音若迄毋分明啊，会严重影响到客家语、客家歌声嘅音质安尼啦，吼，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多多来注意一点安尼。接把好了呢，咱来从基本嘅那个民间制度里嘅编号是715哈，客家语言语文中国嘅民政部强试题教材T10哈，课文一式英语对照录音，同时补充做解释啊，本大家来做个参考。第一个就是本嘅读书呢，佢就个分同本两个读法啊。本约言从，我约言嘅约言从啊，约到时节，我约咯，我虚旁虚旁嘅写法有两种，但是我这个所写呢是4点一个三民书局所出版嘅哈，旁讲嘅旁啊啦。第二是虚囊目，囊目就是身体工作嘅意啦哈，叫虚囊目啊，查酒精。第三，虚漂呢是讲啊。真正讲啊，海特色啦，也绿岛啦，也叫我虚漂安尼，一个答案是本约言从约到我虚旁第一安尼哈。第二，买货嘅钱唔贵啊，唔会贵，客家话就讲乜嘅喏，便宜，那系俗一两个都可以，是吧？以上皆可。我设计一个文章，一个题目噶，就迄本大家你哋讲啊，先出题啲都俩，唔好一看那都题的错都先题的，后尾还来看那是呢哈。所以一个题目题嘅也错，题嘅也错，所以题3位以上皆可安啦哈。第三，个粘米工厂嗰个碾米工厂，客家话有乜嘅喏？米店是卖米嘅，当然。货农也有卖米啦啊。第二，这个货农第三是仓库间呢仓库间呢一个题答案是那个粘米工厂、碾米工厂一个就农米工厂这个种咯，头位名称是很多货农安尼哈。第四，晚会安批客家语读嘅时候安徽也系安一个乌多头前唔系安乜个安徽那个 VAN 安徽读安徽按有晒安是个安都是不一样哈所以希望各位乡亲那个安读安文读用文读一个听数学。一个点蛋糕1點2點呀，个符号也唔会考本大家第一就讲一个符号是乜嘅意思就是等于它有10个意思它有10是大概的意思等于的符号上面加上2點一个大于小于呢，一个符号呢是属于数学嘅数学嘅。第6，翻译到啲嘅密字旁客家话还读乜嘅喏？第一是讲四字旁客家话唔系讲客家话就讲牛屎片按挑书片是乜嘅喏？挑书片是一个真正上大嘅所谓挑书片一个俺哋答案是关于嘅密字旁，俺哋客家话就讲牛屎片一个第三，三堂国王大铁师傅，三堂国王之中有3个国王，有连客国王，一个朝鲜国王，第3个国王是朝君嘅喬尊，再讲一遍，三堂国王一共有連客國王泰國王，第2个國王是朝鮮國王，第3个是喬尊一个做三堂国王地度里有3个国王，但是大铁嘅呢就喬尊安啦个第8，翻译本意意念道，客家话就讲咁个本意獨道，神意就是拿面盤嚟去神水安啦
毒水也个唔系本也个毒语，也个本语毒道，所以也个因为第三么因为讲毒水咯，因为语同水啊，北浦乡亲讲落水，南浦乡亲讲落雨，实际两个都冇唔错。天空中呢就是落雨，天内大下嘅就水，但是水唔会毒道，所以一个话讲出来呢。毒语要用南浦言，唔好用讲毒水啊啦哈。一个就第八华语本北语领导客家话就系讲啊，本语毒道语，毒语本语毒道。第九有高度专精技术嘅研究很多乜嘅咯，就先生教书嘅先生。第二师傅一个父亲的父。第三师傅也个两个路，也个那个答案系师傅有专精技艺嘅方面嘅师傅另外一个父亲嘅父呢，也个是指也个有修道各方面，亲像讲啊，咩都里嘅师傅佛教嘅先生点伫倒里做工艺嘅师傅，相夫嘅夫啊，这三种嘅称呼名称各有专长不一样。其实门槛相当于客家话嘛嘅咯，富强第一个富强。第二个是写讲啊甘露炒甘露有很多炒干嘅炒干嘅因为头摆嘅建议咁样伫倒里是冇名堂嘅用水干嘅这个是那个干嘅第三呢就狼嘅也是一个好多话嘅农嘅唔系农嘅狼嘅所以一上面是你各有不同，所以答案是门槛是指富强第11汉语表示赞成的时候是那个拍手，也系拍手，也系个拍手有两只字，那个拍的个拍实际上用拍手，两只字正面嘅向转到拍手，表示就是那个拍手，拍手呢前面嘅那个思维一拍，也思维一拍，又强则是冇强劲拍一个，但是一个音乐嘅是讲拍嘅拍唔系拍的这个就是讲赞赏的时候拍手，唔系拍手所以有人讲高兴就拍手，唔高兴就拍手恰恰嘅就拍手，正面嘅就是拍手。第12司机对联这个提到基地的是不合用嘅一个就同大家讲第二句、第4句都系合用，只有第3句冇合用，所以一个答案是第3句一个司机一个就一般好多话所讲是讲四姑连连原本连那个列四姑连呢沿那个连音诗沿用当韵母一个提示上嘅客家话呢是用当韵母，四姑连呢沿个四姑连连提示一个人国语咩提示上，人嘅中大语咩提示上冇相同第13在屋卡，在朋友屋卡过一样呢，睡觉叫做乜嘅咯来提个做解释啦，就讲了来错话咧有古嘢，就讲来了，挨下了同开了言就变那个聊天的聊变成了了第2呢是闲北浦乡亲讲闲第3是杂带上夫带面谱呢带卫生嘅东西落嘅全部都讲这3则是也闲一个了闲杂3则是
无相同的意思，也答案是说，古语也就讲吹个血，南部可以血，南部北部是讲血可以血安尼哈，所以个血，北部用前讲啊，血困就是河洛话转过来叫哈，休困安尼个做过来嘅。第14，个脚踏茶，北部用前讲昆明茶，前后齿轮啊，齿轮的链条绑嘅，个按怎么嘅喏？第叫做5公里呢，5公里呢，大部分是5公里的啦。第二个是七神盘呢，就是那个齿轮就按七神盘呢。第3，茶树的就是手把，所以一个答案是第一个5公里呢，连呢。一个在字是为了页面呢，给别个提示上，头头呢接嘛个喏，名词么做动词，嘛个喏动词啊，就是个两个动词啊，搞我前头讲咪咪耶溜溜的讲的那个音，所以讲一个连音字非常的重要。第8，在水中东西看唔到。水涨物不见，见不到。这客家话就按照我嘛个喏，的摸下去，摸水摸下来第2 fail， 第3沉，摸水中方的东西看唔到，就摸下来水中方来fail 呢，水推下来看得到的沉呢。沉就是有蛋糕跌到水的蛋糕跌到底下就沉沉没 fail 漂也是这事啊，希望各位同学多多注意一下。没相反词就 fail， 沉相反词就那个漂风啦，飘两个。飘飘的飘飘仔飘飘的就是人在水上这边的东西啊，就水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第16，讲究是送不满饮食嘅咯，是做业夫嘅说来都马有酒，个名词东西相同名词不一样亲家就是亲家。前面一个名词，他个提的就是说对方的亲家，就是讲亲像一个来的拖家位嘅阿爸，个拖家位嘅阿爸就亲家妈妈呢，就讲前面而且的前面。满饮食咪一个就是个讲究，送讲究是送俾满饮食嘅一下都满饮啊。过去一个加了一个时间啦，新加嘅出家嘅个新的婚姻教一年有过节送年送年送节，但是有公司来这个时间呢。送讲究分满饮食，送讲究分满饮食。第17，打阿含个含呢，就是一个干一叶两叶的，是属于叶两叶。打阿含是嘛个喏？上水木上水木苏豆红咯就打黑球。屁股羊咯也相同会打黑球安尼所以就讲打阿含也就是肢体语言一个集体语言一个表演的时间呢，都冇说个时间打阿含，苏州风也屁股羊都打黑球安尼没打屁了呢第18，这个客家语动词加上在，用加上在，对吧？一个动词加上在的时间呢，就变成乜个词就变成名词、名词变个特殊的素材。亲像讲咪咪耶讲讲溜溜的一个叫做名词第19，客家语刁难大下在金童，同时刁难的大下金
刁难嘅带下嘅金童呢，是按照马格诺，马格诺有是支撑点在带下，但是当个左右金童啊，这个有，压呢上下支撑点在带下，但是东西上面上下金童啊，这种属金压人了嘅，有两只是，所以音一个思想同音不同，一个古音是压。讲呢，讲啊，亦叫做四则诗嘅读法。一個四則詩讀法講搖冇呢個搖一個，唔係搖啊！講就講啊！去了個鄉鎮呢，就講，係呢嚇。一個搖晃，人嘅同國語都冇相同喎，方言冇相同喎，搖晃同講搖，人呢客家話搖係搖，搖係搖，講係講冇相同啊。第二是改晒，乜嘅改晒咯，就是改叫模式乜嘅東西啊，改叫式模遊戲，就咁樣講啊。打造嘅時間呢，檢圖買石油石帶啊，個改晒就改叫以後就改晒，一個晒呢就是晒浪嘅晒啊。就變咗曬蟲嘅曬啊，冇是油氣，唔係是汽油，汽油就是汽油啊，油氣跟汽油是不一樣啊，唔係是酒啦哈。第21，我亦點個神奇，一個菠蘿酒，有人講酒菠蘿啊，一個方向是樣嘅轉嘅咯，順時鐘也係反時鐘，也係冇地天咯。一個是反時鐘，各位鄉親大家注意下，一個可能。打酒菠蘿那個地方冇打酒菠蘿，俺那個抽水馬桶，尿水泵啊係，可能要反時鐘啊順時鐘啊，一個這個菠蘿酒菠蘿是反時鐘嘅方向嚇，右左向右係啊，一個就順時鐘，右向左，咁個眼看嚟講啊嚇，一個就反時鐘。一個22點火樣嘅個時間，一個長短啦，就比喻就是乜嘅東西咯。來福建嘅料啊，就點火樣嘅一下都做嘅，啊點火樣啊，到底是點乜嘅東西，用小乜嘅咯。一炷香是一點鐘啊，出火一記出到火，出到火有講出火，有講反嘅火，有3種講法，嚇一個。一記出火嘅人呢，一下會到起嚟嚇，就講啊，第三一記人呢，就差唔多5分鐘嘅，100又100啦嚇，5分鐘嘅。一炷香是1點鐘，但是又太極嘅嚇，又困香哦，困香是有12點鐘嘅，也有24小時嘅嚇，一個困香是人嘅，太極呢通常嘅啦，是半點6點鐘，個體18嘅24點鐘，個體到嘅呢個太困嘅，個沒有地都嚟嘅啦嚇。所以一個出貨嘅時間就是嗰段嘅時間啊。金主公啊，金主公係個呢阿公婆啊，叫做金主公，一個實際上嘅金。公阿公婆冇只有公嘅，有婆有男性是講公，女性是講婆，冇人講金主婆，就個金主公安啦嚇。一個阿公婆喺度裡有寫義人啊，儒人啊，金主公三聲嘅排法都係樣嘅咯，條題嘅就講啊。做有肉中間嘅，冇諗白哦。一個雞頭向雞頭、魚頭、豬肉頭向神主牌啊。做有肉中間嘅啊，一個出街嚟，一個尤其先這個有見阿公婆嘅時間啦，人會擺錯個，冇俾人鬧個嚇。做有肉中間嘅。雞頭、魚頭、豬肉嘅頭，嗰太塊嘅都頭啊，
向阿公婆向神主牌。然后的答案是第一个，也其他嘅冇解释，我记啊。第三，24客家人嘅宅子在联姻制里面的岳母是有乜嘅咯？岳母是宅子啊，是 A 人嘅A 人嘅一共有80第三个有一个两个一个，我的介绍的介，第三个呢被父乡亲用宅字，也就冇乜啲懂因为一个是分呢，那个分呢，也就是研究这个头前是西洋语，分呢，这地是用海陆音加两音嘛海陆同西洋是差两音他有事来讲，可以咁嚟讲。我呢也唔係也是再次说个岳母是用 A 是。但是古书乡亲，古书从这先比家东嘅上面呢，用 E 頭都所講嘅，一個 A 一個古書從這先比家東用 E， 也用 V、L、E、M、N、G、B 嘅音但是同我嘅聲母是完全是相同第25，乜嘅行路是像大孔橋樣嘅乜嘅no大孔橋。南部嘅鄉親講唔知孔橋就縫橋，大孔橋就縫橋我再講一遍，大孔橋就是講縫橋要風頭風尾左右兼擺安尼其中答案是鴨馬行路其中大孔橋鴨馬，因為個鴨馬腳嗰個唔係幾公頭。嘅公頭行路就篤棍各位鄉親，有人講一個行路前種嘅公頭樣一個細咧，嗰個結婚行路頭嗱親嘅點嘅佢嗰度講慢結婚唔知有樣冇但是以前在民國61年做過婚姻介紹所要觀察到這一點行路篤棍嘅前種嘅公頭樣一個佢有雄頭一個大孔橋是指鴨馬行路是大孔橋。26腳帶平嘅，客家語是講乜嘅喏？鴨馬台，答案是鴨馬台一個蹄，雲禿蹄，一個台，叫豬台、牛台、腳台個台牛蹄膀蹄膀也有邊咧蹄唔係太棒一個所以一個腳語呢一個豬台嗰個一度一個就是注意嘅馬台就係腳帶平嘅，腳帶平嘅日當嗰啲做當邊唔得咯冇變左邊唔得，因為鴨馬腳嘅人鴨馬台嘅人腳帶平正係天然性的腳難度細嘅種吊尾腳這種吊尾腳第27cái牛叉尾客家語講牛叉尾是指乜嘅呢？牛車是也是乜嘅呢？嬰兒車一個是本聲音的錯叫牛叉尾，cái牛嘅牛那個細妹講50片就出是個牛叉尾，所以有個鄉親乜嘅退休嘅做乜嘅呢？移民好耐又唔係嚟講。明日我搭去塞烏車載阮孫仔去佚佗安尼各位鄉親，一個客家話直接牛叉尾就當了烏車安尼講啦所以講一個不管是好多客大家都互相嘅了解，那麼發現一個口角還有冇爽快嘅地方。第28凹包是指乜嘅呢？凹用一下，凹是凹，一個言字邊，語言的言，幼字邊呢，做個幼稚園的幼一個凹包是指一個不聽話，
唔係講佢nhắc語，mà cái nào佢nhắc語咯，又係佢講啊，嗰唔好談嗬，內在咯，說叫嘅唔好說啦，個內在，有三個名字要注意，內在佢nhắc語，唔聽話，不聽話叫做拗爆。29，許多內在的因素一時嘅觸及變得戇，嘅就係乜嘅內在的啊，一個是我哋有許多那個內在的同外在的許多的打擊啊，變得戇啊，一個內嘅呢就講啊刺激啊，講啊刺答案那個含切只是被普通含切嘅切啊。關於個詞語，那個詞的詞啊，咁客家話南部咁冇講嘅句話，外都呆是許多外啲嘅影像變成啦一個外，本時人作嘅嘢破，就到時人咪搞唔清楚常常是乜嘅意思呢？常常是指講人家唔敢做嘅事情，壞事情啊。而咁去做，只要失足都上頭搭弄好壞不分咯。好嘅，他敢唔敢去做，而咁去做，就是含勇敢的敢心，這個含，戇呢就不敵嘅意思30，從是有特別吹口哨也就尊敬這個錯乜嘅咯。做名呀，就是也係假呀咯，也句話呢，嗰個樣子，又乜嘅阿公創是為財比嘅話無，一個就講啊，阿公在錯假呀啦，假牙，一個講啊，汽車外堂道前後那個，乜嘅阿公創是為財比嘅話無，也就係阿公在錯牙是唔係錯其他嘅，就是說睇牙板。名呀呢係壓起嚟嘅，就是用抽起嚟，我都有三個都嚼第34這個發憤圖強，客家語嘅歇後語是乜嘅咯？發憤圖強一個意思就講我是個別話答案啦我是個別就發憤圖強打屁安救心，也是講是。敷衍人家的意思勇猛前進是詞語語詞第32華語又是個貴語就青銅客家話是講乜嘅咯？唔係鐵銅嘅鐵銅係鐵銅嘅有個人銅嘅變咗人銅嘅唔係石銅嘅好。一個客家話嘅不同族群講嘅客家嘅語言就有不同嘅語音同嘅用法喎，所以講青銅貴語華語客家話就按照石銅嘅個石是硬東西嘅鐵嚟嘅硬鐵嚟嘅種石石銅嘅石斧呢是乜嘅東西係送講究嘅用頭髮。就用石斧石嘅那個茶壺嘅做嘅送講究嘅送講究石壺嘅茶壺嘅最好食乜嘅食鳳子一點呢也還是冇嘅啦嗰時佢嘅sản物啦個頭髮是有第33華語講黑板客家話我講咯是講分派但是也還有白板的佢用筆寫嘅那個白板，黑板是用粉筆手寫嘅，就當咗分派那個粗這個粗分派嘅東西乜嘅咯？就講粗那個分派粗嘅粗分派嘅就分派粗嘅，日曬頭嘅呢就曬日咧曬日啊。分派粗嘅一個大字就用就係這個個敦強州呢，強州敦呢強州敦呢一個所以講一個分派黑板就講分派
有白板白板是用笔写嘅。34客家語客家話講80歲到90歲成為乜嘅咯？這個都一類同大家解釋。耆老是60歲到69歲，60歲到69歲。聽嘅跌老就是70到79，也個是跌樣嘅寫，一個老師嘅老，帶下就字，往前之間嘅字最後字跌老第三呢是毛老，就老毛，這個老毛就是講80到89歲是毛，90到99呢叫老個老具，一個老一個具人哋講話嘅機老具100歲以上呢年累，好，一個我再講一遍，耆老是60到69，耆老60到69，跌老呢是一個是70到79，毛老就一個廣東人所講老毛孩，老人就馬人嘅老毛孩一個就80到89，90嘅叫老具，100歲以上就年累年歲，35一般平房最單個嘅黃嘅樹嘅，用一個木粗嘅平房最單個是東，嗰梁呢東梁都聽到打下來嘅都梁，個行呢就出嘅，東梁嘅打下出嘅出嘅就能體族也好，樹也好啦，嘅出梁東梁行嘅三個冇相同向各位鄉親多多了解一下。第36西安話講냠，一個講냠，一個聽嘅就講就講嘮叨不停的意思啦唔係熟練流利냠，中國後堂냠，沒有也嘮叨就是個念，年냠，簡稱為냠好，第37用三隻數字嘅同時就講乜咯？也都解釋一下本大家聽。用兩個數字念東西都念用三個數字呢18個又出錯了用5個數字都跳手旁都也是的也一個37個答案是用三個數字是用好，第38在憲法上所存嘅扁篆一個是指乜嘅呢？一個是那個乜嘅字典係一個客家皇帝都寫過有18有檢查，扁篆在憲法上嚟講是乜嘅咯？三角形嘅我用標槍用嘅叫做扁篆頭方是圓圓頭方是三角形，後背是圓圓用樹刻嘅也是扁篆也流嘛，頭背嘅流嘛，也係冇人用嘅啦扁篆39翻譯講豆腐乳一個乳用嚟講行咯，就講唔係豆腐奶咯豆腐奶也不是奶也是豆腐乳古音字，豆腐乳這個乳是古音字，就是豆腐乳和豆腐乳西國第40西國類嘅圓平就太陽是有一層嘅平大嘅東西，也能乜嘅呢？白雞毛，白雞是細細嘅個細細嘅磨難，答案是磨難最難當然是也唔是講大家都知啦白雞是個細嘅差唔多有兩三冊嘅按法啦按個農場畫的紙巾浙江有叫做磨難，特別是烤馬用嘅烤馬為用嘅。第41
中干，一个中干就是干马个省的干那个马麦米头熟啊，马麦米头熟是那国啊，个省啊，就是讲啊，一个玉皇太帝、三官太帝、神农太帝，还神农太帝啊，神农太帝有个负面嘅是药神啊，负面嘅是干一个马麦米头熟嘅啊。那个神农太帝负面嘅是药嘅啊，药嘅通個中途到位啊啦，哦，人會講啊，面無神農太帝負面嘅同負面嘅安尼。第42本音是指乜嘅呢？是指聲母還是韻母還是上調？俺那個語音的三個因素：聲母、韻母、聲調，語音的三大要素、三大要素啊。那個本音是指只有用韻母，只有用韻母嘅就按照讀本音，本音，所以嗰度向前對個 A 音咩啊，讀本音是 A 都大，漢語咪聲音你全部結晒啦，嗌 A A 一個拍 A 3A 4A 唔係一個用連音字，一個當為實碼國語音當為流利，用本音嚟冇辦法。一個 RAO 嚟講嘅是呢，也冇辦法通一個三個包括是三個字平板手條有4個啊，全部用連音式，連音嘅歌聲嚟唱嘅。俗話講，人行勢40腳嚟移動到，知道乜嘅咯？爬，用爬起嚟嘅啊，按個嚟跳起嚟咯，也係個冇嘅嗬。也個用唱就一隻數唱難聽啦，按師傅主任來，安尼向前行啊，種跳起來啊，用跳起來啊。伊個二啦，行勢40腳，太嘅2隻腳，路嘅3隻腳，係什麼個意思啊？路嘅3隻腳是解嘅唱嘅，解嘅唱嘅啊。嘅地度裡爬是平地嘅。行路是指一般嘅行路啊，嘅平路用2隻腳行嘅啊，爬是用4隻腳啊，當然腳同速度按到4隻腳啦。按白呢要相當高嘅啊，高大要大相當高就白啊，白家啊，白上去。第44人人傳嚟大沉嘅聲嘅雷聲啊，雷公啊，殺雷公聲啊，就講到沉雷。大沉雷嘅時節就會表示會樣嘅咯，會天長嘅，也係會落美雨，美雨就是講沉浸雨落嗰啲叫安尼啊。一個答案是一個第二，人大沉雷嘅時節，聽到大沉雷嘅時節，就對要講會落沉浸雨，會落嗰啲叫啊。400雨呢，就是一下嘅啊，一下嘅就。都講400雨一下就過嘅，唔是1點鐘哈。第45不是字且同一的字，不同字且同音，佢也就係講不同字哦，但是同音哦，也係同詞義意義是相同，也是乜嘅詞呢？是古音詞，古音詞啊，是同音同義不同詞，嘅古音詞就是吉祥嘅祥，可以用一個祥水嘅祥，就寫到用陽嘅陽啊，就變成這種古音詞。咁啊，嗰個合音詞呢，2隻是合到強下嘅金下就金家啊，一個音合落嚟嘅。那個連音詞，就是聲母有RAO，但係有有嚟講是有巴拉呀、馬拉雅加巴嘅音啊。好來，就講46，局勢，局勢是乜嘅意思啊？各位同學啊，佢什麼人嘅局勢，誰來人嘅局勢啊？佢傲慢，佢旁頭嘅意思啦啊。局勢，也答案就講很慈祥，唔係老人家唔會講個局勢嚇。一個不恥嘅不恥嘅這個恥單音字係會用是不恥嘅不是激晒，好老話講激晒，唔係啦，激晒是講佢旁頭佢旁頭被副向前嗰個
被傅雄群所讲的这个“该捧红”，该捧红就该捧头的意思。第17，逆光曾彦祖啊，做出3个来个啦，叫做喏长，个长眼，个长眼做长光，梁大师编了个长眼啊。另外一个长呢，那个唐木，那个牧师做个抹个糖，那个药糖的糖啊，那个糖下个糖啊，哈，那个牧师做糖真正的糖，一直是也系长。但是也得是讲木做出看，木做出看哦，长眼给它是没给它是没给长它给长安了哈。48木做视力眼木做视力的24条啊，白天这种24条啊，也是呢有另外一种想法，时间的时要讲是那个大时的时啊，24条是白天。正常，但是俺不得看唔到嘅呢，一个手按到乜嘅喏，手按到假眼啊，近视是看困难啊，像光眼啊就是视力很差啊，视力很差啊，这个就讲啊，假眼24条冇正，24条是正常，白天正常，晚上看不到啊，调位类呢，假，因为讲假眼咯，假俺不得看唔到49，这个太学这种交通大学的交通管理系，哈，一个系呢，客家话讲讲啦，一个就讲啊，呢读呢，唔系读黑，黑是河路哦，系是国语啊，交通管理系，乜个系哦，一个国语是系，客家河路话是黑交通黑化学系。英文系安尼哈，俺哋客家话是个呢，no n 呢安尼。好，再讲51条也唔会考嘅啦，但是本大家记得，死不了客家话嘅假不了，假不了，一个就当天通用嘅语言嘛，一个死呢都假，一般好路一般客安尼哈，所以一个假不了。是一般好路一般客，当地通用嘅语言。以上呢，就是本文讲到嘅这个，感谢大家。接下来带还有一个客家人日常使用联是互相关系嘅特征点，一共有6点，向各位同学扫描啲入嚟看看下先嚟哈。一个那个日常使就 PDK， 以前就 PDK， 也下变成 PDT。连音字一共有 RAO 跟韵母应该有11杂词，互相关联的连音的特征，也系写论文一点，希望一个研究生啦，一点嚟注意详细看下先嚟哈。个研究嘅一个要用 test 用试验出来嘅啊，一个有乜嘅也神奇素材。所以希望各位乡亲，一个日常词同连音字互相关联的特征跟用法，一个也讲起来个教案啦，哈。以前也是在报道过本大家啲，我今日所讲嘅呢个 T14吧，一个客家考试用语嘅 T14吧，哈。大家参考资料一共有乜嘅咯？有个补强试题，也大还有一个名站在这里一点咪做得出来，非常的感谢一个文化博士先生啊，详情啊，看一睇一个 YouTube 喺度里，再加上一个客家白话语文的文化本研究，一共16课，16课，大下呢一个连音字嘅图法哈，一个 RAO 韵母应用嘅图哈，过去也是。讲过本大家嚟了解啦哈，最主要一个用法喺度里，可以扫描去看下先嚟，一个堂有6字我随佢只嘅，连音是 A 音嘅用法 ，T 上到 T 上嘅用法嘛啦。以上呢时间用了54分38秒，非常嘅感谢大家哈，希望大家感谢，也祝福一拜考试嘅呢。
高分通过一个客家语文高级认证考试，高分通过。以上希望大家感谢你，再见。希望按自些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